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过来看，在8点半暝的时阵，桃园爆发警察甲歹徒的枪战，嫌犯先向桃园分局警方派出所开枪，然后就随逃走。警方要去甲抓的时阵，爆发枪战，一个警察倒边的警架头着枪，要是勇敢甲伊反制，落尾手总算有甲这个嫌犯抓起来。然后桃园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昨昏开庭审理了后，认定有逃亡甲串证的疑虑，裁定羁押禁见。22岁员警蔡顺武冲到头前的车边啊，姓杨的嫌犯对车内开枪，警察警角头调情了，倒去涂骹，支援警力赶来，赶紧去解看。胜出的员警带上英勇反击，向嫌犯的轿车车尾连续开12枪，掩过嫌犯又按随油门逃走。枪战的声音真大声，附近的民众拢惊到。我是住旁边，然后听到有像开枪一样，砰砰砰，差不多有10分左右吧。很多警车在这边冲来冲去，冲来冲去，有吓一跳吗？有。一个姓杨的嫌犯是先伫咧网络顶表达对警方的不满，2、3半暝走到桃园分局警方派出所开枪了逃走。警方正认为报发生枪战，要伫咧富国路永安路口甲伊抓到。警方调查，一个姓杨的嫌犯普通时伫咧放管理，身躯顶拢有炸枪。去年才因为持有大批空气枪被法办，对警方真不满。同仁在第一时间拦截围捕，在30分钟之内制服逮捕到案。他作案的动机还有相关枪械的来源，我们会全面侦办，深入的追查。警方伫咧嫌犯的身躯顶甲车顶敲出3支枪甲正一粒枪子。受伤的22岁警察蔡顺武是来自警察世家，做警察1年半，经过警业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同市长张善政也到病探望受伤的警察，重申公权力不容挑战，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大概有点，但是还好，刚刚请教医师，心脏有上去，另外没有伤到，没有伤到身体。问有开了12枪，有没有那个他那一部车有没有？有中弹。他车上也都很多弹。很多弹。警政署长黄明昭也赶到警局，为免员警的辛苦。桃园地院开羁押庭审理了，认为杨嫌有逃亡加串证之余，裁定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泰国联航一架泰西航空的飞行机 SL395，原底伫3月23暗时8点半左右，要为日本飞来咱桃园机场。结果起飞进前，那亲就是因为驾驶舱的玻璃去互机场的空桥弄破，就安尼无法度飞。真侪台湾旅客变做是爱伫咧机场过暝。消基会提醒，伫出国进前上好爱买旅游不便的保险，来避免造成一寡无必要的损失。地勤人员伫登机口头前，一直向旅客来说明飞行机的状况。因为原定23暗时8点25，对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廉价航空泰西航空 SL395班机，要飞往桃园机场，结果转泰国曼谷。无想到起飞进前，敢若像有驾驶舱的玻璃和空桥弄破去，你被迫来停飞。空桥再怎么移动，它也不会是这个椭圆形去撞到那个驾驶舱的那个玻璃啊，前面的这个玻璃哈，这个点哈是蛮诡异的哈。因为航班取消，日本成田机场又阁有宵禁的时间，不少台籍旅客伫机场的1楼，手机无所在充电，也无物件通食。要去市区的转盘的公车也已经停开，若是要家己开钱坐客运车，至少爱入票25000块，引发不满。班机延误事件常常发生，旅客出国进前会再先投保旅游不便险，来分担风险跟损失。你如果投保呢是一个实支实付的，那一定要保留这样子所增加支出的一个费用上的一个凭证哦，要不然你要申请，即使你有保险，但是这些凭证没有的话，没有办法证明损害或是支付的一个费用的情形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这个申请理赔。消基会提醒，各间保险业者的承保内容无同，赔偿金额也无同款。投保进前上好先看清楚，以免发生事故时才发现无法度得到赔偿。尤其是受到风台这天气的因素，班机延误也是停飞。建议这个旅游不便险会使加保1-2天来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各地天气会较烧热，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0度。咱做伙来看温度。
今仔日北部甲东半部高温是28度至31度，中南部上悬会增加33度至34度以上。也若嘉义、台南、甲高雄、外山边的所在，可能会加36度以上。中昼迄卡岛紫外线嘛有可能是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出门都要注意，唔通掉沙。也若落雨方面，今仔日各地天气拢还算稳定，敢若过到中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落雨。明仔标着以北甲东部一直到恒春半岛，拢会转做是有雨的天气。再来看，伫咧嘉义车头，有一个老大人，伊伫咧月台咧食薰，民众甲伊口劝，伊毋若薰头乌白乱弹，甚至佫装入去铁枝路的。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会照薰害防治法，甲伊罚2000至1万；也若走入去铁枝路，嘛已经违反铁路法，会当罚1万至5万的罚金。会被罚呢？罚不到。看到月台有人食薰，民众遐口劝叫伊莫食，对方甲这薰头戏撒，却是呛声讲发袂着，紧甲家己行到这铁路正康的所在，一直到站务人员去甲口劝，才愿意行倒来月台，也讲家己是退休的代替人员。代志发生伫20早起8点45分左右，这老先生若伫个金分区的月台食薰，有行入健康的所在，有10分钟了后，普悠玛列车就要通过，恐惊发生危险，民众通报站务人员来处理。如果在月台的范围里面抽烟，依据烟害防治法可以处罚2000到1万元的新台币。远远的有看到我的衣服，要先把烟丢掉，但是他已经超过那个我们禁止进入线，所以说我就有规劝他叫他回来。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不能进入，然后就慢慢回来这个样子。除了违反薰害防治法，也面临铁路法1万块以上5万块以下罚款。老先生为了食一支薰，付出的代价是不哩大。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白沙屯妈祖进香盛景是闹热滚滚。张辉伫北港朝天宫完成挂火仪式了后，就开始回銮。按算3月2日下晡到位，也就是讲3天内爱行要200公里的路。另外，顶个月伫咧彰化红龙桥的这对姊妹啊，即马阿姊的情形是愈来愈稳定，加上嘛伫咧代志发生的地点替这对姊妹啊祈福。挂火仪式完成了后，白沙屯妈祖随即展开回銮的行程，沿途也是人真多，是开甲拢袂过。好城中白沙屯妈祖銮桥是透明伫行，也毋过速度明显加真紧。油顶卡甲信众要跟随，脚步嘛爱跟得加紧。尽可能就是配自己的体力，大概走个50分钟，休息个10分钟。如果你是想挑战全程徒步，那你就继续走。如果你真的累了，那后面很多车可以搭。白沙屯妈祖銮桥离时天要光对云林北港出发了后，一路行真紧，早起9点就来到彰化县的境内咯。让妈祖先驾行3吉通礼，1吉庙方表示，依照行程是伫26下晡转来到苗栗的景天宫，3天内底行完大约200公里，天气真热，脚程真紧，对信众甲香灯卡来讲，拢是真大的考验。也若上届5望妈祖銮桥来，也有即阵正伫病院救治的彰化新港4单的这对姊妹啊。等你回来时，我和你一起过生日。顶个月2日，伫彰化新港4单的3个家庭啊，互新华车弄着伤，阿姊的同学录音为伊来加油，伊还佫会小可微微笑，也是妹妹即阵也是混迷，也若家属是伫銮桥经过司法的所在，适当也向妈祖来祈福。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医学联盟转介一个查甫婴仔互义母照顾，说起王极胎死亡这个事件。卫福部甲教育部针对医学联盟展开联合调查，当会公布结果，医学联盟有7项重大缺失，包括采用必要性的评估无够谨慎，社工人员教育的训练无够等等，甚至发现医学联盟的董事有应该回避煞无回避的情形，要求医学联盟2礼拜爱提出检讨改善的报告，若无会持续暂停因出用的业务。再来看联合报。国内护理人力欠缺的问题是持续恶化，而且今年4期自转的统测，中一日公布报名考试的人数，卫生甲护理类，敢若2083个人来报名，
这已经是连续5年降价，而且是6年来上少的。后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住伫德国的歌手郑华冠传出伊过身的消息，食到60岁。本社公司公布大文证实这个消息，讲伊伫咧3月2日早起来病逝。因为考虑国内鸡卵产量减少，台北市内商工会讲，经过讨论开会决定，为今仔日开始，卵的价销会起3块，大麦价销1斤会变做49块。不过，伫清明之前，价销敢会阁有变动，都要看市场产销的情形来决定。天气开始烧热起来，去菜市啊买2个人也是袂少。不过真侪民众听到讲，对2月开始两价要起3块，虽然是真无奈，不过大家也是赶紧买。物价的涨幅已经超过我们薪水的涨幅了，还是会有点担心。觉得物价一直在上涨，上涨只会涨，它不会退。大家也都尽量占便宜呀。如果现在蛋跌下来又涨上去的话，他觉得蛋怎么又要涨上去？业者讲，最近鸡卵的供应量也算讲是正常，只是这波两价起价，影响毋是家庭买卵的开销。像是卖蚵仔煎的小食业者坦白讲，电价这个起价已经头壳真疼，就连卵嘛要起，无排除这个蚵仔煎嘛要起价咯。不调的话不行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撑不下去。当然来讲，就是真的有一点点没办法接受。根据台北市农商工会讲，2月开始两价起价3块，鸡卵产地介绍每大斤对36块半起到39块半，批发价每大斤对46块起到49块。这也是国内的过年了后鸡卵头一摆起价。有关两价调整，工会讲是依据市场的机制，甲电价起价以及饲料介绍起价落价是无关系。蛋的量少，销售这边市场都比较抢手，所以才涨3块这样子。由每年的清明这时阵，鸡卵消费市场会进入小价。台北农商工会讲，爱看产销的状况，才决定是不是要来调整这两价。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升息了后，今嘛4月份要起电钱，今年7月份阁要实施囤房税2.0。有真侪专家甲学者拢认为讲，厝头家上紧伫咧下半年就会起厝税，差不多会起10%至15%。一寡少年厝卡的生活负担，恐惊会愈来愈沉重。为合这国内通膨，央行10时宣布升利息半码。不过国内对物价通膨有其心理，算是无法度打动啊。加上4月电费钱要起，物价恐惊会对得起。本来一天大概200块就可以解决，但是便当啊，然后食衣住行啊，好像也是多了将近快100哦。每个月其实生活都已经打平了，对啊。那如果又涨了这些房租，其实还蛮不好过的。专家认为，厝厝拢会超额反映起价成本。那用央行升利息半码来讲，那厝厝贷款1000万，贷款30年，每个月本息的负担会增加630块。这时阵厝厝可能会起1000块来进行。厝厝不止贷款利率变贵，加上电费钱起价，7月初1就要开始囤房税2.0，明年5月就要扣税，可能会将成本转互厝卡。所谓的低总价的租金，在过去的这几波的反应来说的话，一般都会超过1成。那这一次包括了税费跟升息，我们会认为可能反应的部分会来得更多。通膨的预期呢已经形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连迟钝的房东都会开始呢在调涨他的房租金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对于这种租屋族来讲，他的压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4月起电价有社体住户5房政府应补贴水电费，不过台北市都发出回响，社体厝税介绍已经是补贴了后见效，这摆电费调整是全国性，是不是补贴爱为整体政策爱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伫莫斯科的音乐厅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其中有2个嫌犯伫咧24暗时伫咧法庭受审。这嘛是案件发生以来，大家清楚看到这个嫌犯生做啥物款。目前当局是要持续伫咧音乐厅咧搜救，因那死亡人数累计是137个人，而且同一天，罗西亚向乌克兰西部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其中一粒飞弹飞过波兰的领空。华沙当局要求莫斯科都要出面来解说。涉嫌音乐厅恐怖攻击的嫌犯押送到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不管部署大批警力，嫌犯被押到法庭内底，面搭提起了，并看甲正清楚。这件攻击案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伫咧俄罗斯境内死亡人数上侪案件。伊虽然国讲是因做，也个公布影片。
俄罗斯总统普京伫拜六的全国演讲并无讲到伊斯兰国，伊是讲恐怖攻击的嫌犯做完了后，走向乌克兰的半路被抓到，似乎是反连涉案，并且反指控俄罗斯想要安罪名。美国也为乌克兰背书，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盛发声明讲，伊斯兰国爱负完全的责任，讲伫3月初就甲恐怖攻击的证据分享给俄罗斯，也告发警告，互伫咧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莫斯科有一寡社群媒体质疑，美国早就已经警告啊，莫斯科当局早无用伫咧镇压反对派活动，封杀独立媒体，就是无法度阻止音乐片的攻击。伫即间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发射57粒飞弹，西部的利维夫另外4次被攻击，其中一粒飞弹飞过波兰的领空。Monitoring obejmował kilkanaście rakiet zmierzających w stronę obwodu lwowskiego. 波兰讲，这粒飞弹越境进入波兰差不多2公里，速度1点钟800公里，离地面差不多400公尺。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香港基本法23条伫咧3月23正式实施，全球真侪城市拢串联抗议。毋但是台湾、英国，还有流亡的香港人参与，呼吁英国爱制裁香港的官员。也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这个法条恐惊妨用来压制异议人士。不过香港这边嘛驳回讲，这个法案会当互香港无其他的挂虑，全力来拼经济。聚集伫英国伦敦的外交部门口抗议香港基本法23条正式生效，少数人因为烦恼互中共保护，有时挂面具，无加面现帅，也已经遭到港府通缉流亡的香港人，烦恼伫英国也愈来愈无安全。I don't really feel safe to live in the UK, especially because I was approached by some fake journalists before as well. So this is, I would say, I believe this is just maybe a tip of the iceberg. 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对煽动叛乱甲分裂国家这犯罪行为推出更加严厉惩罚，而且定义无清楚。受到影响唔那香港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卢冠聪讲，就连去旅游的外国人，也是伫香港的外国实体公司，拢可能违法。任何人拢可能被打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Journalists also will be at risk because the new set of theft of state secrets, the definition of state secrets is very vague. For such important legislation with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rights to be passed without a thorough process of deliberation and meaningful consultation.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这样法律对着煽动国家机密的定义无清无楚，恐惊用来压制异议。不过港府的官员是一直来反驳，加这争议对象布林肯。特首李家超强调，法案会使互香港免烦恼，会用全力来拼经济。對香港嚟講係有一個特別嘅意義，係一個歷史性嘅意義嘅日子，係令香港社會感到驕傲同埋鼓舞嘅日子。流亡海外香港人呼籲英國政府對香港官員來實施制裁。這陣法案通過，外界煩惱唔那可能互大家會驚，也可能國家外資減少。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美國人，因是真愛食迄種人已經備好的冷凍蝦仁。這冷凍蝦仁有其中4成是為印度進口的。不過最近美聯社記者去當地採訪，所發現講當地有環境污染，也有白色勞工的問題。位於東南部瓦明加拉灣的安德拉省是印度上大的刺蝦產地。對空中看落去，青色的田，四界攏在看到大型的刺蝦池。實際來到一寡刺蝦池的所在地，超納拉加魯村，空氣偏見是真臭，溪仔水也因為污染無得啉。更加害是這大型真老的刺蝦池內底有毒的草疽、化合物，也有抗生素，或者農地攏無得種植。農民為了組織一項佔地57英畝的蝦仔類處理加冷凍貯存工廠開發案，所發起的示威抗議，要人拍個真嚴重，立國，但至少也無結果。కెనాల్ డ్రైన్స్ ఈ ఫ్యాక్టరీ నుంచి కిందకి వెళ్ళి ఇవన్నీ మూసేశారు మొత్తం. ఇప్పుడు ఇరిగేషన్ డ్రైన్ కానీ లేకపోతే మురికి నీళ్ళు వెళ్ళి కానీ మూసేయటం వల్ల మొత్తం ఈ ఆయకట్లో కొన్ని వందల ఎకరాలు పంటలు పండట్లేదు. ఇప్పుడు ఒక దాళవ మాత్రమే పండుతుంది, సారవ పండట్లేదు. 也伫咧即个头拉里有区的刺蝦處理工廠，表示有耐卡提海鮮公司的貨車，有來一箱過一箱的蝦仔。美聯社記者的鏡頭翕到這婦女，徛伫工作台頭前，敢若少數幾個有帶一個塑膠手套，大部分攏是空手來處理規堆的冷凍蝦仔。
10点钟长时间的工作，一天的薪水也无到4块美金。这么少的薪水，每工也会互少工人来工作的人25美分的中人钱。And so it's a really terrible situation, just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convenience of having pre-peeled shrimp. 青溪处理工厂附近公立病院的皮肤科医师讲，每工拢有4、5个被遐的工人因为手骨的问题来看医生，有的是破皮鼻气引起的真菌的感染，有的是冻疮，上较严重的，有的人是必须爱甲这个手指头啊锯掉。You have workers, traditionally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working very long hours in pretty terrible conditions for very low pay to peel these shrimps, and it can be very damaging to their health, and a lot of the workers are also there under threats of violence against either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冷冻无靠青虾仁是美国销上好的海鲜食品，平均每人每年食超过5磅的虾仁，也来印度虾的市场占有率有4成。去年联邦食品加药物管理局验出抗生素的51批进口虾内底37批拢是印度产品。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部队又阁围困另外2座加沙走廊的便衣，而且坚持攻入去立法，硬甲加沙走廊南部的百姓赶走。法国总统马克宏批评讲，这会构成战争罪。安装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随永久停火决议草案。台积电新厂伫咧日本新本设厂。今嘛49岁前副知事木村敬选调新本的知事，伊伫受访的时阵特别讲到，台积电去新本设厂对日本国际化是真有帮助。67岁爱尔兰高等教育部长哈里斯，今仔日伫咧无竞争对手的情形之下，选调执政的统一党党主席，也加做爱尔兰上届少年的总理。伊成功带领国家行过 COVID-19 的疫情。按说今仔日会公开伊施政的重点。再来，咱来看伫要上任做副总统的萧美琴，最近伊去拜访美国，搁去欧洲议会。外交部讲，这是头一届有副总统当选人伫咧就职进前去访问欧洲，对咱甲欧洲的合作有真大的帮助。有学者分析，萧美琴即届去拜访是要传达热清德的想法，甲其他国家对两岸局势的疑虑。今日的活动各露出趣味表情，副总统罗清德支持参加总统府联欢同乐会，特别讲到政府支持身心障碍家弱势囡仔家庭，让身心障碍的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身心障碍的家庭也可以得到扶持，弱势的家庭通通都应该要得到政府应有的照顾。罗清德强化内政，准副总统萧美琴变外交，除了访问美国，阁应邀到欧洲议会访问，由第副议长卡拉斯接待，也到捷克、波兰、立陶宛，传达台湾甲欧洲各国民主同盟信息。外交部表示，这是咱副总统当选人第一摆伫就职进前就邀请访问欧洲。这次访问有助增进欧方对我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了解。此行是我国副总统当选人首度在就职前应邀访问欧洲。因为5日空了外界预期北京可能会对台加大施压，学者分析萧美琴就任进前先访问欧美，传达热清德的想法，演讲给外界对两岸局势记录。许多国家这个行政部门的高层负责人，那么我相信他都可以有这机会接触到，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目前来讲的话，未来赖总统的一些想法，那么透过第一手的这种说明呢，让这些国家来了解。美国总统拜登自查签署指控之书，跨越年度综合拨款法，包含提供台湾对外军事用途无偿捐款，将台湾纳入优先改革军售流程等。外交部感谢美国用具体行动表达对台美关系甲对台海安全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太平岛码头整修完工，在野叫总统蔡英文领导宣示主权。公安局甲外交部是认为讲安尼并无妥当。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要是排定伫咧5月16日要登岛考察。目前有13个南北立委报名，无任何一个民进党的立委。也那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讲，国民党是麻烦的制造者，互国际上认为咱台湾是起事的人。也那有学者分析，现处是南海的情势紧张，敢真正要登岛，就要谨慎来评估。
中共交代无停过，国防部23发布，正式攻击13架次交代，其中有4架次进入西南空域，另外也有共南6架次伫台海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应应处理。另外，中共也继续伫南海有军事行动，相关区域紧张。那咱国太平岛码头正受完工，在野华城总统蔡英文下任进前领导宣示主权，也毋过国安局、外交部认为无妥当，所以可能性无悬。也毋过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有权决定领导考察。既然蔡英文总统有国安的一个考量，那他不方便去，那就由我们立法委员我们大家共同到太平岛来去做考察。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拜登5月16日登上太平岛，关心岛上官兵目前报名归还。国民党包括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马文君、陈永康、徐卡新、黄仁、罗志强、林书明、罗树宝、郑正琴、洪小玲。民众党是有3位立委，林国成、陈昭珠、林义君。那北总计有13名立委报名，民进党蔡英文原本想要报名，考虑时间敏感，避免防就地发挥，怕下这个循环。没有任何一个周边国家会由国会大动作的率团考察，为什么国民党偏偏要扯台湾后腿，遂中国的意？让台湾成为 troublemaker 呢？立法院长韩国瑜传出避免甲蔡总统比较，为了降低政治敏感性，也无参加领导。民进党无需要批评，国民党是麻烦的制造者。学者认为，立委行使职权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并无妥当，也毋过需要考虑南海紧张情势。特别是在总统的交接期前后，目前我们有看到中共有蛮多的一些错局。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去太平岛？因为你去太平岛应该有相对的护航或者是一些基建等等的这些的一个移动，是不是这个时候适合？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国防部这边的决定。针对立委516登上太平岛，甲赖清德5指控就任时间赶紧，那立委考察国军爱派兵力介入，外界烦恼相关台海紧张局势，也则表示犹太国防部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伫南投草屯有民众甲车停伫咧黄昏市的停车场，因为伊无消费，要甲车驶走的时阵，管理员要甲伊收1点钟200块的停车费。甚至阁甲车门砸掉咧，不互离开。因为这是私人的土地，警方嘛出动去现场来调解。原来官府是讲会来厘清这个所在感受停车场的登记证。这查甫人讲是停车场的管理员用身体挡住民众车门，要互伊离开，原来是要讨1点钟200块的停车费。你安尼在搞什么？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民众要求要有收据，啊，毋过顶面煞看无合法登记，或者是资料，互伊无法度接受。这是伫自产中道，这姓李的民众将车停在南投草屯的黄昏市场，啊，毋过无入去买物件，提车的时阵被要求爱付停车费才离开。他的确是有注记说那边是1小时停车费200元，那也是他们的私人土地。不过我不知道那边是私人土地。当方便当随便，这个是要怪地址本身、业者本身呢，还是要怪你自己？民众表示，后来有入去市场买物件，啊，毋过管理员认为，民众离开市场，搁倒来看车，都应该付钱。警方也表示，这是伫私人土地停车的民事纠纷，啊，毋过也解决撇掉。建请这个管理委员会来对于收费的方式来改善啊，避免民众产生误会。应该要事前消费才可以折抵，应该要做一个明确的标示。律师表示，因为停车场确实有收钱停车的故事，民众入场就应讲是认同这个条件。啊，毋过管理员也可能牵涉强制罪。官府表示，私人土地也要经营停车场，都爱有收费标准的故事加登记证，会进一步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12块以下交通违规，未记点嘛无开放检举。家己的一寡大学生对这是真无认同，因去甲家己市火车头举办设路口镇静的行动，呼吁立法院甲修正草案提上去，嘛希望交通部会当重视行人的路权的问题，也有安全。纵容违规，更加可悲。
来自家己大学、中正大学、还有南华大学的学生团体，手举旗仔花交号，反对交通部的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正案。23暗时，伫家己火车站的外口，甲家己中央喷水池，用射路口的方式来表达因的诉求。若是讲交通部今仔日来取消这个法律，根本对行人的路权造成较大的困扰。交通部、立法院他们想要把现在的就是行人可以拿去，我们可以检举可能违停在人行道上的汽车、机车这样的一个手段都被剥夺走。学生团体为家己火车站头前广场出发，新设车站外口4个路口了后，搁沿路花口号行到家己市文化路夜市边仔的喷水圆圈，呼吁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问题。咱希望接下来立法院会当把这个交通部这个错误的这个政策会当退回，这个法案的修正案退回，让交通改革回到正确的道路顶端。学生团体认为，汽车违规停车的状况，常常拢造成过路人行路环境无安全。即摆若是未做未起点，搁无开放检举的法案通过，会互赛车甲骑车的人贪方便违规，造成行路的人无安全的空间。希望相关单位爱重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台湾使用者经验设计协会理事长蔡志豪，伊发文讲，伊访视独立册店的心情，嘛强调讲空间有限，最近这几年伊是坚持无买册，是改伫咧图书馆借册。不过，伊才做文化部委托的实体册店访视委员，这个言论是引发独立册店也有出版界不满。目前文化部嘛已经停止伊的职务。台湾使用者经验设计协会理事长蔡志豪这篇独立册店写甲完成滚令，讲到10年来访视独立册店心情，讲到因为所在有限，近年来坚持买册，对图书馆借册，也讲到现代册店上好角色是伫册店场所，毋是卖册。因为伊身兼文化部委托的实体册店访视委员，文化部也用批评为安怎找买册人来访视。至少找那个比较有热忱的不要说做评审委员都好像对这个事情都没有信心这样。那独立册店业者不满，出版界也认为讲，伊的发文会影响出版业的发展。不要去给那些书店下奇怪的导期。当人家顾问是要教人家怎么把书卖好，你要他都要去策展，那他干嘛开书店？更希望说大家逛书店的时候要买书，因为支持书店为文化图书出版贡献一点力量。实体册店访视业务由台湾独立册店文化协会承办，协会讲对各方的指教会重新来检讨。其实它是一个顾问，产业创新啊，对于使用的经验等等，有专长的顾问有实体的，在这个专长领域，我们当然就是想办法再找新的人。他说他去图书馆借书哈，那我们就要问啊，整个出版产业如果都不在的话，他是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呢？对开过独立册店的文教立委陈佩如对蔡志豪发文，希望文化部好好处理。记者经由管道得到蔡志豪回应，伊讲已经写配合独立册店文化协会朋友系系列，正暂时无接受采访。文化部是已经停止蔡志豪担任访视，也有相关审查委员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年3月23是世界气象日，今年中央气象署南区中心办活动，以净零碳排来做主题，设计多元的活动，让大人甲囡仔会当哪耍哪学习。主办单位讲，全球暖化现象即嘛是愈来愈热烈，未来人类的生活环境会受到真大冲击，呼吁大家都要做伙来减碳。有单位传珠仔台，互囡仔叠珠仔，连捌天气各种警报标示；嘛有单位甲历史旅游的方式做成大富翁，互囡仔学习要安怎友善环境。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伫世界气象日办活动，今年以净零碳排设计趣味的过关游戏，宣导正确的减碳知识。平时在读书，就是会觉得这些课就觉得很无聊，可是这里就把它变成游戏，我就觉得很好玩。可以让他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节约能源，然后怎么样去爱惜食物这样子。民众呢，对于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呢，他们的理解非常少，我们又不希望用太深刻的方式来造成民众的困扰，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这个生活化的方式，比如说闯关活动，让这些知识呢能成为我们生活背景的一部分。
台湾小媒体2050年做到净零碳排目标。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指出，对6个气象站数据统计，20世纪以来，台湾平均伫这8年的气温也1.6度，或者是讲极端气候恐惊会愈来愈肃常。为了要互人有安尼的认知，因这个嘛设计北极熊的模型，互大家对当中思考未来爱安怎应用甲准备。不下雨的时候就不下，很久都不下，但是一下雨就会下很大，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未来在气候变迁下，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利用其实是会变得更困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进而就是可以更珍惜水资源。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世界各地拢正在发生。主办单位望大家会当重视环境议题，落实在生活当中，真真正正爱护地球，唔通过损断这块土地。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火龙果这种水果是退火果营养的水果。在市面上的火龙果一般是分做白肉也有红肉的。这两种火龙果营养的成分是无啥共款。在屏东潮州的农民因研发出2色的火龙果，内底是红色的肉，佮包白色的心，食起来有奶汁的味。一摆会当兼顾2种火龙果的优点。不过，即马这个技术是要伫咧改良当中，无法度量产。若是想要注文的民众，都要靠运气才买有。甲多数性的火龙果切开，内底是红肉包白心，食起来酸甜酸甜，佮有淡薄仔奶汁的味。这是屏东潮州的农民种出来火龙果，详细的模样使人介意，真侪人客拢真爱来交关。而且它的甜酸比很够，你吃进去之后有个层次感。所以真的看起来有层次感，吃起来有层次感。价格当然是贵啦。坦白说，伊真正足特别的，伊切落是2种色，风看到了，伊就好，介讨喜，迄种感觉，伊的口感嘛无共。原底咧做喙齿设计师的陈坤生，当到故乡接触阿母的农场，开始种市面上定定看到红目火龙果，不过迄当阵火龙果的价销无稳定，影响收入。为了创造竞争力、提高收益，伊就开始种上色火龙果。想袂到这种作技术也未成熟，无法度量产，民众若要买，就全靠运气。伊的技术门槛低，转色的问题，你要如何去准确的采收它，切下来才有双色，这个就是技术门槛。伊的转色要安那会水，是有时候是气候有关的，甲咱农民的技术栽培也是有关系。陈坤成讲，天气的变化嘛，对火龙果高比顺，不过伊坚持实验家的精神，调整压肥、温度等因素，一边加强技术，研发新品种，一边累积农场的管理经验，希望会当稳定产量，互人客会当食到愈甜的香色火龙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代理农会已经推广几年的食农教育，一届甲应良国小合作，带囡仔实际加入去田林，体验捕鱼的过程。互因为课本以外的环境来了解饭桌顶的食食是安怎来的。甲唱甲裤骹闭起来，挂过来啊！应良国小的老师、学生行入去田土内底捕稻仔，体验做食人的生活。这是台中代理农会举办的食农教育活动，互学生会当离开教室，到实际的环境来了解平常时看到的米是安怎生产的。刚插秧就是有点难走路，然后之后可能会珍惜食物。感谢我们台中市农业局，还有我们的那个大里区农会，然后一起来让我们学校永隆国小体验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一个食农教育，小朋友可以学习，然后体验这个田野的乐趣。除了到田里用手捕稻仔，学生嘛会当体验用机械来捕田。透过不同的方式，互因了解为传统到现代的进步甲改变，嘛希望会当互囡仔知影，桌顶的饭拢是做食人辛苦种的，就爱珍惜，唔通偷济。在上面田间这边我们体验一下我们机械的一个耕作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手做的耕作跟机械的耕作有什么不同。农会表示，等稻仔要收冬的时，会阁招一群学生做伙来参与。互因完整体验为产地到饭桌的过程，用生活经验去体验俗语讲的“一粒米，百粒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赛的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因配合文化部的艺术日校的这个计划，
举办儿童做阵人狮头的活动，邀请2个制作狮头的老师傅去轮陪国小甲学生囡仔来做狮头，成果是袂歹，咱做伙来看卖。往前走，上，好，好，再往下。老师傅伫头前踏脚步，手提狮头威风凛凛，后壁学生囡仔动作随便讲无啥流利，每一个人嘛是表演甲真迷乱。因手头摕的是对师傅学的家己手做的狮头。我画的时候，那2个师傅还直接坐在我旁边教我，觉得很好玩又有趣，可以从粘土捏塑成狮头的模样，然后第一层再用牛皮纸沾水让它贴上去，然后再用浆糊，觉得很有接触感。疫情过后，文化部为着复兴艺文产业，推展艺术入校计划，西螺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配合文化部，伫婚龄馆5个学校举办狮头制作的课程，邀请老师傅来指导，希望学生传承西螺七坎传统民俗文化。带着师傅带着老师到学校来指导孩子，借由这个从古到有的过程，去真正的体验跟接触。校方表示，这个计划唔但让学生认捌到狮头制作这个珍贵的文化，嘛对无同面向学到真济，是一个宝贵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2年，嘛是台南府城建成400年。传统工艺古早师傅吴文进，每一年拢会替宫庙设计艺术品。今年伊专工替开基玉皇宫设计一座艺品，叫做新良迎春，要为国家祈福求平安。这只目睭灵活、色彩丰富的纸龙，采伫台南开基玉皇宫的庙里，有176公分长、88公分宽、127公分悬，是工艺古纸大师吴文进的作品。这个新娘吼，你注意看伊的姿态吼，很有良心啊，所以要做这阵龙的时阵吼，我灵感真好，啊嘛拄教新年，拄小灵年，啊所以用讲啊，咱用上帝，互我有灵感来进行啊咧。为着配合2年，古纸工艺师吴文进接受庙方的邀请，制作一只纸龙艺品“新良迎春”，搁找彩绘师傅来彩色，互古早的艺术品变作是庙认真青雅的风景。吴文进表示，这是一个高龙系列的设计，未来会搁做出其他8只无同款的龙来求一个好吉兆。今年甲新年吼，啊，拄啊咱台南400，咱阳江吼有这个想法。啊，要做九龙，啊，今年第1尊，啊，我会继续一年甲创作这9尊的新娘。今年这个项，啊，明年搁另外一个项，希望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咱的国家会当稳定发展。用纸糊的新娘艺品，唔但传达吉祥好运的意思，嘛展现台湾传统艺术迄款有路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烘托人花对咱的农作物的生产甲结籽有真大的帮助。在英国有科学家研究热带地区气候的变迁对烘托的影响，结果发现讲，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加上甲林地改造是农地人为等等的因素，破坏烘托自然的栖地，致使烘托的数量减少，授粉嘛受到影响，这是直接冲击到农作物的生产量。学点四回避补充营养，花是起昆虫来倒沙港传播回粉。伦敦大学学院甲自然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这边将授粉昆虫的研究扩大到蝴蝶、甲虫、河神一个鸭。We're seeing reductions of around a half in the abundance of insect biodiversity. What was particularly striking in this study is that those combined effects of agri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 are even stronger for pollinating insects than they are for insects overall. And so where we are farming and in places that have seen a lot of climate change, see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climates, we're seeing reductions in pollinator biodiversity of over 60%. 全世界昆虫有60万种，研究团队收集北半球甲南半球比较100个国家3000种昆虫10年来的资料，并且研究高效注重伫咧种可可甲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热带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西欧甲美洲部分地区。
While the amount of warming has been greater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ountries, so places like Northern Europe, the Arctic, the places that are seeing the emergence of novel climates are mostly in tropical countries, because those are places where historically there's been less. There's less variation between the seasons in temperature. There's less variation from year to year, and so it's in these places that biodiversity is being exposed to new climatic conditions. 专家讲，就算是温度只是略略变化，不过对热带地区影响会真明显。Loss of pollinators to put at risk the production of crops, and this will probably mean that the yields of crops reduce, and so we might need more land. We might need to put in sort of expensive alternatives to animal pollination. So， 不过专家也讲，受火媒介减少的原因之一是人类将森林改造农地。本来森林会当保护授粉昆虫，不过当农作物的产量也减少，就更加侪林地会变做农地，授粉的昆虫也得减少，就呢是一直恶性循环。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加22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8度至27度。还有未来这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